台水公司爱提民农局用天气打8号沉水奖引起嘅抗争，提8月27日引起清台嘅抗议。论前嘅农民始终反对，被到台水公司无限期停工。9月15日抢时屯发电机组拆走。不过，喺发水强嘅高雄市政府明确表示讲，要8号沉水大奖每日倾倒送嘅到10万吨嘅水。而不能把高雄市上太新嘅缺水，希望中央同水公司繼續同民眾溝通。也就是講已經通過嘅計劃還係愛做。安尼重建對上個世紀90年代嘅美濃反水庫發技用人工湖到鄉下，高層窮用。問題係前200棟下來嘅，100棟嘅下。每擺南浦缺水，無論係作水庫，還係地下水資源，都向外對民農來壓水。政府係唔希望按用嚟開發多樣嘅水資源，建立水資源嘅管理機制，安尼嘅搶水戰爭還會引發生。保護地下水，保護地下水，捍衛生存權，捍衛生存權。8月27日，台灣自來水公司打水獎所採，也作為民農吉用里同旗山光復理作中心，賦權包含旗山民農、離港農民，將1000人佔領嘅民農國中嘅態度同開會，希望將大獎工廠動下來。我們不知道為什麼自來水公司無預警之下，竟然就在3更半夜就開始復工。一座民間 NGO 團體發起嘅高雄水資源前瞻論壇，呢位候議員請來水利署長賴建新同台水公司高層來說明，頭下馬廠內民眾和專心坐定堂，不過水利署簡報說明地下水位或資源補充轉來時節，廠內農民主動不滿。雖然說這裡面講說大致持平了，但是這個必須要數字去公開，甚至要持續的計算。這裡面需要政府一些的作為，來確定地下水位起碼不下降，起碼它要維持橫平。以前那個20公尺的那個水井，那個馬達早就壞掉了，抽不到水就知道燒掉了。我家那個水井60幾公尺，60幾公尺才可以保證我們會有水喝。憑什麼你現在就說夏天的時候水位會跑到原來的地方？是不是騙人？行教不准打，行教不准打 ，Q 教會感動 ，Q 教感動。我不會同意這筆預算的執行啊。全場農民走進反對台水公司大獎 ，NGO 團體聯名提出4項訴求，包含建立地下水永續管理機制、新獎要停工、Q 獎要監督，同停止污染礦態、工業要用再生水，同建立權益關係人對話協商機制也等。呢位候議員未簽名，講佢自家行喺立法院經濟委員會收尾，強烈要求台水公司總得打入8號獎，立法院也沒同意，逼這行業預算。有一種浮流水，還是會放河取水，也給計劃，也給經費，俺哋立法院做得來同意，但是俺哋就冇同意，繼續喊佢嘅數據啲地方做8條嘅沉水獎，讓這些地下水永續的使用，這是我們的目標。所以對地下水的補助，還有管理的部分，這個我們會從現在開始會來積極的來運作，甚至對於民眾所反映到平常沒有水可抽的這個問題，我們必須要把它釐清。9月初7，我大約8號獎嘅發電機先拆走嘅，施工期停下來，民農旗山農民嘅抗爭有個初步嘅效果，可以來做結束嘅。不過上來係永久停工，也係暫時停工咯，背後競爭正開始。台水公司大拍講，8號獎係行政院核定，立法院未既然通過重大計劃，增文南化烏山頭水庫治理同穩定南部地區供水特別條例，也做一般講增南湖計劃地度嘅一項子計劃，照時間過太年2年前會完成。未來是要停，或是不停，或是要換地方，或是其他水來替代，那我們都必須在董事會先通過討論決策之後呢，這個案子還要再送到我們的行政院我們部裡面去。如果最後核定是不做這個案，那我們才可以執行。那以目前來講，這是
执行中的计划，而且这个预算已经也经过立法院，原则上它已经都通过了。那这个水权10万吨，其实对高雄市是非常重要的。在高雄市的整个常态性的供水，在120年，我们目前的推估，它的缺水是20万吨。那这个20万吨并没有包含这10万吨，也就是说，这10万吨已经算在未来常态性的供水方案里面。八口井如果没有了，就缺30万。我们是希望在中央以及我们水公司能积极再跟地方去做沟通。高雄市政府一笔核发税权，本台水公司要明确讲，一笔后将基建商业高雄市的常态性供水，唔做水就唔拉用。施工单位台水公司做也唔做，都当讲嘅。除了因什么做到监督机制，要提出按此来水管线回馈方案，不过民农民唔谅解意。整个美浓，我们包括那4个里影响比较大的那4个里，我们是都会免费装自来水。那以初期的预算呢，大概就是3.5亿。那这个回馈呢，如果没有在这边着的话，那当然这回馈就会没有。那未来乡亲如果要生在水，就要依照规定来。那平均来讲大概都要超过3万块一户接水。以水公司如果到乜嘅回饋方案，乜嘅承諾，對我哋農民嚟講，一啲都唔係問題。我哋去生活，我哋去食飯。水公司有可能因自來水唔係管貴嘛？自來水公司千不該萬不該，去把它綁架了一個民生用水的需求來去談這件事。事實上是工業用水需求不足。那你這樣綁，代表是促進城鄉之間的分裂跟決裂。民農喺高雄市後發現，佢用天氣與屏東平陽嘅山檔期，也在水淺島天下水補助清潔。看到民農搶水歷史，清早對1992年水利署計劃開民農水庫起始，一直到2000年，台灣擺震動輪替，暫停這樣計劃。沙丁又第2擺，2003年嘅高屏台湖計劃又有抗爭，到2013年冇通過返評推展經濟鋪。2009年的8八風災過後，南坡水又唔拉用，一擺喺台水公司申請水權，愛打陳水價。所以佢當時我哋發現原來政府口常講民農水庫，佢因為做好一個水愛供給民生用水，其實係啲騙人嘅。而真實嘅目的係供給工業用水，而為到扶持一個工業，來做一個水庫。這樣的水資源的這個爭議跟這種就是角力啊，其實從90年代反美濃水庫一直到現在，那理由一樣，就是說什麼高雄在缺水。好，那這一次其實水公司又說要開挖8口井，你比較這3個好像規模比較小，沒有錯，但是它的脈絡都一樣。這是我們的藻井的位置在旗山廣福里這邊我們現在美濃，那我們的井是會送到林口淨水廠。按照大約8號講，未來會向南送到2口淨水廠，認證管理權之上係主要供應工業用水太公山集水廠，引起環保團體的質疑。台水公司保證，絕對唔係送水俾工業用。它所有的設施財產管理都是大岡山集水廠，它是在主管。所以並不是說送到這邊來做處理。那他提的包括工業用水，事實上我們都是像陸科，我們陸科就是用大岡裡面有個陸科淨水廠，那個淨水廠呢是負責整個陸科園區的供水，它用的水源是阿公店的水，所以基本上來講，它並不會有所謂我們要送到所謂的工業用水，甚至是什麼科學園區沒有。蕭美琴同時喺高雄農田水利會嘅小組長，負責民農桂山圳400人甲嘅灌溉期，也特別喺桂山圳嘅水塔，雖然順向做龍龍海，不過也期搶半年有水權。故所水利會同農民談打實施後60公尺層嘅水井，不過對2007年台水公司實施後200公尺層嘅開井開好多件，每一桂山圳灌溉期見來見出唔到水。有水權嘅時期係你睇。5月初到11月底，按冇水權嘅時間，喺11月底到第2年嘅5月初，也做捱桂山圳通庫嘅問題都啲啊。每年咧有權廠嘅天橋，咱6月嘅水權，枯水期我哋冇水權，我哋工作定到中國度，按枯水期冇水權，我哋做利用入嘅沉水井。
闽南平洋耕种方式同其他蔬菜无嘛共样，也喺秋天悄悄地落到凉水期，颠倒闽南农民无限的时节，包含小石头、风头的一条头类植物，韩国西同马多一条，也竟然建种建法，一条作物体型合适秋冬来种，也在天时早时，不过体表含水量较高。10年前1点钟做得淹好一大田丘，然后淹2-3点钟，农民各将遇到抢水上潮比赛。按伊咧深水江附近30-40格，农民节按不了摆，老人家利用按不了到天光，冇河水，我只有轮流摆，一下冇轮到，又重新来轮过，所以这种问题就常常都不是造成俺的老人家的和大家田地不是造成潮湿。甚至上大的现象也会多。一天有电机啊，无电机啊吼，所以你啊有土司嘛，无电机温暖系各一方面有电机再有长期来啊，他讲有公平标准，唔係講來個要標表面了，他講温暖槍嘛。那个巨大落差就是水利署一直说收支好像可以平衡，除了枯旱年有比较下降，好像抽补之间好像蛮平衡。可是农民比较关切的是他的历史经验，也是我在这个地方做田野调查的时候听到了很多资讯，都说这里地下水非常丰沛，只要挖一个洞，那个水会喷出来的。但是现在这个现象确实消失了。全世界淡水量同分布来看，地表水同地下水比例渐渐的1比1。美国的农业公开用水地图，地下水比例行开超过45%。环保团体认为，地下水唔係處唔得，問題嘅源頭係台灣冇建立地下水管理機制。这些地下水现在最大的问题是没有全面性的纳管跟调查了。其实不只是政府抽水是一个问题，人民抽水也是个问号，不知道到底抽了多少水。那你不知道到底抽了多少水，你怎么管理？所以我们比较希望建议的是这样，就是说政府要率先针对自己公部门的用水，跟你能够掌控到的，包括工业用水，这些水账要先公开。这个账簿啊，是台湾未来必须要在5年内要赶快去建制起来。那因为为什么没有建制这个会麻烦？因为各个地方县政府都有一个权利叫核发地下水权，可是核发之后呢，它只有核发说你申请多少，可是实质上并没有不知道你拿了多少。简單來講，無論係公家用水幾多，民生嘅用水幾多，無主係咪向民眾輸錢咯？地下水聽說要有專業嘅師傅，水利署當地參考國外經驗，為地下水資源做得有效管理。我们不论是使用地表水跟地下水，特别是使用地下水这个众多的水井，是不是它每一滴水都能有明确的这个去向，能做好明确的管理？那在我们的智慧水管理的这个架构之下，我们会希望未来把水账的部分把它理清。整个台湾未来，不论只有高屏地区，包括浊水溪地区、南洋地区，都是台湾的3大地下水库，都必须要建立这个统一的管理机制。好，不能未来人民也要接受说我的地下水用多少，也就是要被国家纳管，而不是说你来我就放狗出去咬你，这种的东西对子孙都是不好。所以其实今天就是因为我们的总体自私心态，导致我们用水越来越窘迫的原因。闽南人講，佢唔反對開發水資源，反對係唔適當嘅使用。李建真質疑高雄市用水量估算標準係乜嘢呢？要做好多年水資源嘅開發嘛？係講高雄人口並冇增加，另一件事就係工業用水需求增加。他们预估到民国120年，我们可能水资源会缺口20几万吨。我们对于这个推估是保留的，为什么呢？第一个就是人口。大高雄人口并没有大幅成长，最近反而被台中超越了嘛。所以，而且你考察这几年的那个民生用水，其实并没有增加，差不多上下一点点。高雄市政府在因应目前这个水公司所提出来的这个地下水井，那我们也配合经济部的这个政策哈，或者营建署的政策，我们做一些多元的一个水资源开发。那在3-4年前，我们其实就开始着手这件事情。我们做了很多的水资源开发方案，像有海水淡化，那也有污水处理厂的再生水。5轻走了之后，竟然不是一个总量的减低，
而是竟然要增加一个叫新3轻、新4轻以外，人武大社他们认为他们要增加。那这样的时候就有个问题，台湾的资源这么的短缺，却拿来去供应别的国家的建设发展所用，那耗用的水资源要不断的增加，这个东西会让子孙进入到无水的危机状态。头摆台湾工业发展係並起家拉用，也係產能擴大年代，並係外銷市佔率，水族應用更多。不過工業用水應該上較長遠啲嘅，因為多年開發水資源用再生水，行過改善按個漏水的壓力。民農民土等政府查清楚，規個水資源強勢調度，將來講大家唔係見水唔拉擺，就想同民農遵照工業用水送水機。